小朋友好，今日嘅口餐是食呀，吃晚餐。吃晚餐是呀，你就會用到乜嘅東西呢？廿部嘅熱情嘅關係，大家係唔係又乖乖地不卡是呀呢？這一陣子疫情的關係，你們是不是都有乖乖的在家吃晚餐呢？是呀，晚餐。好，那今日線上按部呀是乜嘅呢？今天晚上老師吃什麼呢？線上是俩素食。那就乜嘅裝呢？我用什麼裝呢？來，我們今天要學的詞彙，碗300哦。用俩，我們會說筷兒或者是粗，好，就用300，先筷子，筷兒，粗，用粗夾碗肚嘅素食來食，用粗夾碗肚嘅素食來食。好，線上還有什麼嘅呢？線上嘅來哦，今日我是麥當勞，所以線上用俩盤呢，裝乜嘅呢？薯條，盤呢裝薯條，食薯條愛放乜嘅？tomato醬，食薯條愛放tomato醬線上用乜嘅裝呢？貼膜，好。300咯，來，盤呢？貼膜，韓國有個人會用碗，大的碗公就按到碗公。碗公我裝乜嘅呢？裝湯。好，那你要喝湯的時候，你就會用到什麼呢？湯是湯就會用到俩，湯匙。好，我們今天介紹的5個詞彙係乜嘅？還記得嗎？碗，粗，用粗夾碗肚嘅素食來食。盤呢？裝薯條。貼膜裝 tomato 醬。湯匙淋湯，也有人說食湯。好，今日你概括就會教了5種詞彙，就是教這5種的詞彙。好，等一下，你轉過來看，你嘅作業用半下。好，你嘅作業呢，就是即興練習。我們的句型練習是什麼例句呢？吃晚餐的時候，我會幫忙拿什麼？
吃晚餐的时候，我会帮忙拿什么？要说2个哦，要说2个。好，线上示范一下，示范一下。食日嘅時節，我會平少那碗老同事。食日嘅時節，我會平少那碗老同事。食日嘅時節，我會平少那碗老粗。食日嘅時節，我會平少那碗老粗。食日嘅時節，我會平少那pan老貼兒。食日嘅時節，我會平少那pan老貼兒。好，任意組合，任意組合，但是你必須要說兩種吃飯會用到的餐具。你要說兩種是飯會用到嘅東西。好，今日呢節課就上到這邊咯。我記得做線上幾天嘅功課哦，希望日前做得夾控制，大家做得賺到好高上課。拜拜，轉來了。